1661年7月9号拜六，对黎明到天光了后，阮四过斟酌眺望，伫咧海上啥物拢看袂到，因此所谓看到荷兰船的团色，将会变成烟魂消散。就像伫咧其他的时阵，也已经发生过侪摆安尼。伫咧北边迄个半个堡的旧楼台，今仔日早起拆落来。昨讲要炸，袂记炸吼。我看一下荷兰人，这要安怎炸呢？我看卖。我咧查看讲，荷兰人派兵来援助的迄当阵是当时。无看到。后来，荷兰援军，即马看伊基笔科吼，1661年3月22号，东吹奉命支援佛罗摩萨，却奋力离开台湾的湾德兰吼，反抵巴达维亚，以总督和东印度评议会控告规伊的无连结，即个无胆吼，即3月22，这就奇怪咧。好，6月初7，当印度评议会下令将规伊甲台湾评议会议员不名誉撤职，并且任命Clark 做新任台湾长官。这是1661年3月，哪有可能？3月就荷兰第2个也未拍来啊。好，咱继续看吼。6月22，Clark 率领荷兰迪亚号和雷能号前往台湾吼。这新任台湾长官要来台湾吼，6月22号吼。2天后，6月24号，伫咧5月台湾海战当中，成功脱离战场的快艇通信船玛利亚号，历经50多天艰苦战风航行，抵达巴达维亚，报告伫成功攻打台湾，公司惨败的消息。巴达维亚闻讯大为惊吓吼，大为一下震惊吼，大懵影啦。
遂派船追赶 Clank 以收回性命所以本来是派这个 Clank 对要去接鬼啦也未到派出去尔发生这代志突然就有季风所赶袂着这个 Clank 6月25号，巴达利亚总督决定派出舰队援救台湾。原定是以万德兰做指挥官，但是坚持不受，所以改以 Jacob Cow 做舰队司令，率领海顿号、Narden 号、Muiden 号、Reedy 号、Hassel 号、Ankerven 号和 Coker 号、Urk 号、Turbot 号等等九只巡舰，以及725名士官兵8个个让失前往佛罗摩萨，然后又搁先后派邓波号甲 Cadenhoff 号增援将近要1000名士兵9只船了7月30号，咱大家当时咱大家7月初尔所以7月30号，克林克坐船才到台湾港外，派员要甲贵伊接触，协见访了后，毋敢起山去旅行毋敢去接位第二天借口遭风第二天借口讲向风车走啦，前往日本就即块伊到当然伊无派偌济兵啦我咧以为伊本来是要来接你的尔即嘛接西溃我可去接西溃。好，咱看到遮看到外口发生啥物代志因为咱读即个日志无可能知影讲即当阵外口到底发生啥物代志后来咱转来7月9号，佮继续看我佮定读啦7月9号拜六，对黎明到天光了后，阮4过真足眺望。为虾米呢？因为昨昏讲听讲荷兰船来嘛但7月9号应该是无啦因为主要讲迄个 Clank 到就已经7月底啊要来接任的即个已经7月30号了伫海上啥物拢看袂到，因此所谓看到荷兰船的团色，将会变成烟魂消散。就像伫咧其他的时阵，也已经发生过侪摆安尼。伫咧北平迄个半月堡的旧楼台，今仔日早起拆落来咯。其实我今仔身体无啥爽快，应该请假就对太较疼啦上午又阁有几个人来北线尾观望有即寡人被阮对新宁堡发射的一个炮弹吓惊走去现在阁有数只篷船航往鹿耳门，即寡船有26只出港，留伫咧内侧停船的还阁有30只。即寡船当中的一只阴暗发炮一响。伫咧港外迄寡船就往西北方航去，有一只篷船停伫咧西南方，可能是伫遐放哨眺望阮的荷兰船。今仔日，领港员 Sick Peters 去探测即个港道的水深，探测了后，搁再探测一摆，转来讲，测伫迄个港道的水深不过是10尺，但是位置完全改变去。港道被冲往北边去，以前会深的所在不再阁有港道了山位风对西北西方吹来，良好天气温暖的天晴温暖的天气
阴暗5点以前，就是因对市镇射来一个炮弹，拍到米利斯肯灵堡营房，迄条炮弹落过厝顶，造成一个大坑，落入去营房里。后来伫6点半，因犹阁对税务所后面水边的一门大炮连续发射3发炮弹，对福哥甲斯威尔斯的厝中间迄条街仔路发射2发炮弹，对迄条画街发射一发，对迄条跨街发射2发，对庙街的顶面发射2发炮弹，全部拢往即个城堡来射击，但是大部分拢无过城堡。最后对市场后面南边迄个碉堡发射3发炮弹，其中一粒拍入去该碉堡，这14发炮弹拢无伤到任何人。虽然也因为炮弹造成破喙门来爆射吼，其中有一粒大的破喙门啦吼，爆射过一个炮手的帽仔顶，迄帽仔是滴伫头壳顶吼。对此，阮真想要来反击，但是呢，宁可演到看起来会当得到更较好的效果的时阵，才来射击，因为因真少人，甚至拢无人留伫大炮边啊。而且对此地又阁射袂过迄寡，就是射袂落袂过迄寡宝拿吼。阮相信因一定无想到阮会安静无动手，但是阮若行劫，迄是只是浪费阮的好友利益。因的炮弹有一粒包过迄个钟楼顶头，另外有一粒拍入去新灵堡的壁里。7月10号，礼拜日。我讲今仔日可能无倒读书啦吼，我可能无听来休困啊。昨昏出港的迄寡篷船，今仔日早起拢驶出阮的世界。昨昏留伫咧动力门内侧的迄寡存落来的篷船，现在拢出港，也往北方航去。昨昏迄寡篷船大细合计约70只，但是大部分是大篷船。另外有8只甲10只也对普罗宾西亚头前航往龙年门去。对即寡出航的篷船，阮会当看到的人真少，可能因甲人拢藏起来，要误导阮相信因是要去西那去接运搁较侪人来。究竟因这当中有何计划？上帝是知影。阮祈求上帝怜悯阮的船甲人员，免受因的武力攻击，也有可能因是要去淡水含家人要去夺取迄边的要塞，甲囥伫遐的大炮甲火药摕来此地增强火力对付阮。此外，嘛有可能因是要用即寡篷船伫咧即个中间顺翼对巴达比亚，或者是其他所在要派去日本的荷兰船，或者是因真正是要避避要去因家己的沿海来抵抗塔坦人纵志吼。目前看起来，因无成是为着要去应战对巴达比亚，要来处对荷兰船来出去顺翼的。因为因北方航去，不过这一切拢只是无确实知影的想象利益。好天清凉的天气，对北方吹来凉风。寻意的意，我搁确定一下吼，我拢读做关掉。
着约要暗啊约到5点半钟敌人对市镇又开始用因的大炮来稳发炮射击，总共射击21发炮弹，其中1粒拍入去有着一碉堡的厝顶，一粒拍入去该碉堡的厝的壁，一粒处强烈拍落个新灵堡的门旁，伊抵到该门断入去，2粒拍落个迄个钟楼，抑阁有1粒拍入去威利森灵堡的营房厝顶，其他炮弹或者是拍入去即个城堡的壁，或者是保越即个城堡。对此，阮也拢无反击，因为因即个射击拢无伤着阮任何人。上述迄个营房厝顶被拍出来的空，因暗就用柴棒钉起来修补起来，以免你是去互敌人看到市镇里你是真少看到人，阮的士兵也定真侪人破病，特别是着水肿或者是骹气病其中也有几个人被夺走被就是夺走性命了安息日敬拜上帝。7月21号拜一。早起天光的时阵，因对 Swears 的厝顶厝边啊迄条街仔路，佮用大炮威利森跟灵堡射击2发炮弹，这2粒炮弹拢拍到城堡的外墙，后来伫日时又佮数处发炮射击，大部分是有着一碉堡来射击，该碉堡被拍着7、8摆，即寡炮击持续到暗时啊，总共发射了约50发炮弹。毋过阮犹原无反击。昨昏航王龙眼门迄10只篷船也出港北航王海上。下晡天空乌阴落寡雨，风大部分对北边和东边吹来，好天。目间继续伫迄个半月报日做工，即个工程现在已经连接起来了。有20只篷船对南方航往龙眼门，看起来即寡篷船以前是去南方巡役的。下晡福尔摩沙议会召开会议所做决议，会当对阮的决议录数据是本日的决议来看到。今仔日上午，市民会落嚟和因的领袖 John Wiggins 去南投园炸转来一寡茶。伫第2渔场的新仔哨兵因此离开伊的即个岗哨，这是读工吧，工哨。讲对，读讲。后来5方的人搁再去遐，因就有5、6个人来迄个附近观看。因当中有一个人骑马，敌人今仔日也用因的大炮稳发射火箭和有毒的豆仔大碎的心弹即种金属锌啊辛苦迄个锌金利平心弹。对此呢，阮会找机会来报复因。暗时啊，月娘正光，5方的人去甲即个下站城堡东门头前，你学即个河沟所挖出来土，该拍平以便迄个附近的炮台顶的大炮会当对顶面来发射。迄时敌人对公房厝用步枪甲一门小炮对5方迄寡人射击。
随望阮伫心灵宝顶的唱手音射击，因游园美丽射击，一直到阮迄个公磅处发射一发大炮弹，因才安静落来。7月12拜二，又有5-6只篷船对南方起来，去停留伫鹿耳门附近，也有人坐舢板来过即个港湾的港道呢。迄个半月堡顶头的楼台的工程，今仔日已经进行到将迄个下面的2门大炮踩伫遐。迄2门大炮要发射的炮眼也已经拢拍开了。今仔日天气良好，晴朗，微风对北方吹来。早起敌人又搁用即个城堡甲迄个碉堡发射数发的炮弹，但是天光以后就平静落来了。只有几只舢板载人来，也有舢板载人离开吼。要暗仔有一只篷船对南方起来，经由真瓦近即个城堡的所在，航往鹿耳门去。该船的篷甲上后面的部位严重损坏，损坏到因用拖船的溃力，甲该船拖入去港内。如此看起来，该船伫海上一定拄着真恶劣的天气。今仔日上午，有几啊阮的士兵出去，要去碉堡后面迄个家的所在去遐洗身躯啦吼，去遐洗，伊敢若是遐洗地啦吼，地即个地了啊，早一个吼。第读做德就是随类、随清、改变的改变吼，改变。起精西的调叫做德吼，读观音。达哩哩嘛是德吼。随德啦吼，引起即个碉堡后面较低迄个所在来随德。其中有一个派伫顶站城堡的比利时跟领堡的士兵，来自 Luxembourg 的 Anthony Perkins。来看即个人吼 ，Anthony Perkins， Luxembourg 的人。卢森堡吼，罗森，直接读卢森堡啦吼，卢森堡是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士兵，伊这和荷兰人无共吼，荷兰人新教吼。伫1661年7月12号吼，倒克希腊军队吼，叛逃就对了吼。伊的事迹参阅。对即个文件编号，1661年10月有伊军岛国姓爷的记载吼，到时能够看会到即位啦吼。好，对讲来自Luxembourg的 Anthony Perkins 对遐就是拿导航去洋条渡口敌人，伊对遐坐舢板。被送来即个市镇，并且被带入去河边的迄间厝，有几个人讲因看到安尼情形啦吼，就是拄则写，就是有人讲吼。阮查问了后，知影讲伊来自天主教家庭，一向谨慎恬静，深藏不露，会使讲拢无和任何人咧交往。是一个贪食妖鬼的人，对目前配给的米表示不满，对此发怨言。今仔日早起，伊也提钱卖半公升
半里达啦，半公升的西班牙酒你啉。5月25号出席希腊人的迄场战役，伊表现倒滑卓越啦。等下查者卓越吼。迄时伊犹炸转来2支大刀，来卓越。卓越吼，台语会使讲出众吼，出众、出众吼，出众的才情吼，就是卓越吼，出众。我的老师具备出众的才情吼，或者是出着吼，所以卓越就是出众出着吼，出着我敢若捌听过啦，出众较都毋捌听过吼。OK， 卓越吼，台语无卓越这个词啦，但是有出众出着啦吼，出着歹势吼，出着 ，TIOH 吼，出着。迄时伊炸转来2支大刀。早暗，伊伫迄个灵宝的城墙顶，和另外一个士兵交谈的时阵，犹讲敌人犹毋知影围困阮的正确方法，因为讲若是就是若是倒反啦吼，是阮要来攻取即个城堡，阮应该伫迄个市政厅附近，或者是迄个内面。构筑一个良好的炮台，载满大炮，对准即个城堡来射击，安尼就无人会当继续留伫即寡灵堡顶头。伊嘛已经看到机会，真紧就会当用即个方法来射击城墙的气孔吼。也讲了其他类似的言语啦，意思讲，即个声一起平代志大条啊吼。本日烦恼讲，即个城堡内面还佫有像伊安尼的恶棍吼，因此命令稽查官去审查威利森根灵堡周围的士兵，也命令军官爱禁止任何行出城堡的人来下过来挖过迄寡炮台吼。这越过到底是要安怎讲？超过啦吼，超过迄个炮台，上远袂当超过迄个碉堡。顶半暝非常晴朗，而且是满月。五方的人对即个城堡顶面看见，伫咧公墓厝附近下一条跨过河即边因的堡栏遐，有时啊有2-3个人咧行动，所以就往迄边来射枪。大枪啦吼，阮就停止活动一小段时间。无偌久，第二阵大炮反击，约15到20发炮弹，其中3粒炮弹又搁拍到威利森根灵堡的营房厝顶，其他炮弹大多拢包挖过即个城堡，无造成其他的损坏。阮也是只用步枪射击。半暝啊1点钟的时阵，一切又搁归宁静。7月13。好，今仔日无读到遮啦吼，因为我身体无啥爽快吼。7月13吼。明仔载后礼拜再来读啊吼，今仔日拜四。安尼我要来归房了吼，歹势啦。